感觉像回到从前一样。对呀，看来乐晨还真不是我们眼中那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。认识了9年，同住了4年，没想到今天才跟真正的乐晨遇上了。所以说，无论是多好的朋友，也不可能毫无宝。什么都在变，唯一不变的是我们的情感，对吧，乐晨？哎，你们说乐晨能想象到今天的画展办成这样吗？肯定比他想象的还疯狂。他在天上一定能看得到的。